咁我哋雙城直播室咧，差唔多有1個月就停咗，因為兩邊咧紐約同波士頓嗰啲即係中國新年咧都好熱鬧，我哋大家都忙忙碌碌要去飲嗰啲春宴啦咁樣。咁就今日咧，我哋就想講下個話題咧，就係特朗普啊，佢上任咗咧都係6個幾禮拜，係咪6個幾？話佢即係顛覆咗咧，就美國差唔多幾十年個政制。咁但係無論我哋點樣都好啦，咁即係最新嘅民調咧，就係話咧，就係有差唔多咧，就係49% 嘅人咧，就話佢好似啲路線有啲唔係幾正常咁樣啦。咁但係有呢個34% 嘅人認為美國呢個方向係啱嘅。咁但係最新嘅呢個民調咧，就係話佢有44%，咁係比呢個上一任拜登咧嘅後期係一路嗰個數量係高咗好多嘅。咁我就想問下阿于大哥先嚇，咁咧就關於呢一個呢個政策啊，即係特朗普都承認，佢話佢呢個關稅嘅政策咧，咁喺生效之前咧，一定會有少少呢個調整期嘅。有波動調整期咁啦。咁美國而家嗰個債務嘅水平咧，就去到36萬億咁多啊。咁樣，所以我就想問下咧，阿于大哥咧，你對佢嗰日咧，即係嗰個演講咧，你有啲咩睇法啊？咁樣樣。特朗普咧做咗6個星期之後咧，好似天下大亂咁樣。咁亂中咧，佢哋都有自己嘅條理啊。佢知我諗佢知佢想做乜嘢，咁整亂咗之後咧，佢整自己嘅方式咧，好似容易啲。咁要關稅方面咧，我哋睇下佢關稅有出爾反爾，有時出咗之後又換咗。譬如加拿大同墨西哥啦，都又變咗。但係佢用關稅呢個方式咧，我都講過好多次啦。我哋又喺呢個都討論過好多次。如果關稅長期嘅短期嘅到長期目標咧，短期方面咧，如果短期嘅目標咧，佢想希望咧減少啦嗰個入口嘅增加美國企業嘅生產，呢個方式咧短期都有啲可效嘅，但係咧最重要咧，可以用關稅做手段達到佢嘅目的。逼嗰個貿易嘅對手咧讓步，仲有咧。爭取咧美國係經濟方面嘅主導嘅地位，咁佢都短期都應該可以達到呢個目標，但係都有負面嘅影響嘅。負面影響係乜嘢咧？呢個關稅咧，咁美國自己嘅農產品啊，去大陸啊，去到邊度會減少好多。咁呢個農產州咧，都係特朗普嘅支持嘅州。咁以後咧個農產州嘅個農民咧，如果有啲唔開心啊，特朗普咧都應該會讓步嘅。除咗之外咧，譬如佢講加拿大嘅能源啦，墨西哥嘅農產品啦，兩邊嘅汽車嘅零件咧都會起價嘅，呢個係負面嘅影響。所以咧對美國特朗普咧希望。美國嘅通貨膨脹咧會減低啲，但係用呢個方式咧，或者唔會達到呢個目的。通貨膨脹去保持而家嘅情況啦，或者仲高啲。所以咧長期方面咧，對股票對股市唔係有好嘅影響。我哋知啦，美國股票最近有跌咗好犀利，唔見千幾點啊！係啊，所以咧呢個影響嘅投資人嘅信心啊！經濟方面咧，最重要係信心。如果冇信心咧，對美國嘅經濟咧，以後長期唔係好嘅影響。所以咧，特朗普呢個咁樣大力用關稅嘅方式咧，我諗佢以後都需要考慮下，係咪真正嘅有效嘅？呢個係我嘅諗法。哦。咁咧就我哋首先要恭喜阿 Raymond， 佢咧就因為上次佢因為佢有即係做翻呢個藝苑慈善社嗰個兩位主席其中一位啦。咁因為上一次佢要選中華主席咧，咁就要即係退一退嗰個位置咁啦。咁就係咁啦。咁但係咧就因為嗰日藝苑嗰個春宴嗰度咧，你咪借用咗
特朗普嗰個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咁樣係嘛？咁呢個 again 咧，即係話希望就話原有嘅嘢可以做得更加好咁樣啦，係咪？咁其實即係改進。咁即係每一個條團，即係話新，即係主席重做又好，新做又好，都係對佢哋嗰個即係嗰個社績咧有個好好嘅期待咁樣噶嘛，嗬。咁但係站在我立場咧，我就覺得即係話如果好似特朗普咁樣嘅做法，喺佢好似俾人覺得好霸道嘅另一面，你會唔會覺得佢係好無奈咁樣？我就非常同意你咁講，因為特朗普而家就差唔多就兩個月啦，佢做咗總統，但係佢嘅政策咧，亦我好同意佢 American first， 乜嘢都係美國優先，我好同意佢。但係佢嘅政策，佢嘅手段咧，就好似即係強搶啊、豪奪啊，同埋威逼利誘啊。如果你用呢啲手段去做咧，做到 American Great Again 咧，我相信佢得唔到世界佢嘅盟友或者全世界嘅國家嘅認同同埋支持佢。例如佢講話Greenland 啦，係咪 Greenland 啦？巴拿馬啦、加拿大啦，而家仲講埋呢個加薩走廊啦。佢咁多演説咧，佢冇一個演説係提到 global， 即係世界性、環球性冇嘅，全部都係 here me 咁樣。呢樣嘢我非常之唔贊同佢。同埋佢就係好似，如果大家有睇過迪士尼嘅 Lion King 咁樣咧，或者嗰啲即係話萬獸之王統治呢個森林。如果佢而家就係咁樣諗，但係問題就好似你話頭先我講佢嗰個國會咩 Congress 嗰個演講，其實佢係 Lion King 嘅，即係講大話個 lie， 差唔多佢叫做講大話講得無數次，但係問題咧就係美國咧就有好多人都係 50-50咁樣，都有好多人都去好中意佢講呢個，佢好中意佢嘅演講，同埋好中意佢講嘅説話。你睇到啦，個演講度一半就拍晒手掌企起身，一半就聲都唔聲，係咪？同埋佢可唔可以咁講？有咁嘅前瞻啊，係令到美國分裂。無論政界又好，無論而家民間好多而家或者我冇做呢個冇經營啲餐館生意啦。第一 term 特朗普做嗰時咧，我覺得嗰4年咧，我餐館裏邊咧好多酒吧客啊、顧客啊，都係好多爭執嘅，為咗 politics。以前我10幾20年前冇呢啲嘢嘅，但係嗰4年咧就係好多人爭執，即係為咗特朗普或者佢經營手段。跟住而家第二 term 啦，就更加我覺得你打開電視，好多CNBC 啊、CNN 加上呢個 Fox 佢都係搞對立嘅。所以我唔知係好啊定唔好，但係我能夠希望佢能夠話，好似你頭先講，過咗某個時期，佢會即係 calm down 咗之後咧，佢能夠真係正式，唔好話去詆毀第二啲唔同嘅政黨，少講啲大話，希望能夠真係做到 American First 嗰度。但係有時冇錢起嚟真係好難講噶喎，大話都講啲。咁但係特朗普成日都話咧，錢係應該使就要使，但係要使得應該啊嘛。佢冇美元，佢頭先阿于大哥講，佢好注重個股市嘅，佢個 market 個 stock exchange Dow Jones，同埋佢好希望嗰個美元強勢啊。佢係最希望呢個能夠，因為佢覺得個 stock 個 market 咧係影響到佢夜晚瞓唔着覺，或者聽日朝頭早起身佢就會好麻煩。係啊，真係麻煩。嗱，咁于大哥即係佢既然係咁啦，咁但係佢即係喺嗰個演講啊各方面咧，佢都好開心咁樣，因為佢又將喺亞洲方面咧，又將台積電咧，又叫人哋去投資咗成1000億美元咁多喎。咁同時咧就係話呢個交易咧係咪即係話台灣已經係入咗去呢個特朗普佢嘅即係佢嘅計劃之中嘅一個網絡裏邊咧，係咪啊？咁同埋仲有咧就係佢亦都即係話將呢一個晶片啊，
即係拜登以前嗰個叫晶片科學呢一個呢個法案咧，都唔再俾啦。佢本來撥咗520億元噶嘛，係咪啊？咁所以好多台灣台積電嗰啲人咧，都覺得咧，即係好無奈咁樣可以要俾。咁但係台灣人就覺得佢哋係咪已經俾咗保護費，咁以後可以美國可以即係對佢哋好啲咧？咁啊，即係當係交咗保護費喎。咁但係喺台灣政府喺呢場風波裏面咧，最近我哋睇到好多台灣嘅媒體啊，同埋報章啊，都講佢哋覺得即係點解好似綁住個手咁俾人哋去，即係話要你咁樣做你就咁樣做咧咁樣嗬？咁所以想即係於大哥，你可以解釋一下台積咁啊，嗰啲係佢脈到底係點樣樣？美國人咧喺呢度啦，梗係有其他國家嚟呢度投資，對美國都係好嘅。但係我係台灣嚟嘅，睇下台灣政府咁樣對付美國政府個方式咧，哇，真係好失望嘅，真係好失望嘅。咁啊，好似嗰零元舊嘅台積電就完全嚟到美國。咁啊，如果而家今日就好似而家台灣政府咧嘅應付呢件事就好似係一個白事，佢做喜事咁樣做，真係好難睇。點解咧？清德總統仲係講呢個台積電投資美國1000億美金係要壯大台灣壯大台灣。點會壯大台灣咧？1000億美金係佢係美國整嘅6間工廠，3間元晶工廠，2間係封裝工廠，加埋一個研究中心啊！呢個研究中心好犀利嘅，呢個研究中心係嗰個晶片工業嘅心臟嚟嘅。研究中心都搬嚟美國，佢仲講係壯大台灣。點去壯大台灣咧？所以咧，同時咧，台灣政府講特朗普完全冇同嗰啲商量啊，完全冇同佢啲商量，你就叫台灣台積電投資1000億去美國，完全唔知啊！經濟部長講，我哋完全唔知啊，係佢自己講嘅，佢唔需要同我講。呢個態度咧，我真係唔明佢點解有咁樣嘅態度。佢個表現咧差過烏克蘭總統嗰個澤連斯基咧，最少係去咗白宮同川普啦同埋副總統有段拗頸嘅經過。最少咧，佢有膽同特朗普總統講，我唔同意你講嘅嘢。咁特朗普總統梗係報復佢啦。但係咧，台灣美國政府完全未講，你自己全部送去，全部雙手奉上，一啲表現都冇。你有咩條件咧？你應該同美國講有啲條件，我俾投資1000億美金冇問題。所有嘅研究中心喺嗰度都冇問題，但係你又應承咗，你保護我啊！我而家個護國神山冇晒啦，咁你以後對方打嚟，你點辦咧？第一，你有應承俾啲嗰個支持；第二咧，你應承唔使加台灣其他嘅關稅以後，係嘛？第三咧，都係留低少少俾台灣，因為呢個台積電咧，一年投資400億美金，400億美金。如果佢幾年咧1000億美金咧，全部投資到美國，佢仲有德國啦，仲有日本，佢都有工廠嘅，佢都需要一啲錢啦。咁啊，佢冇晒錢去投資台灣個工廠啦，所以等於咧佢掏空台灣個空洞化。台灣嘅晶片咧空洞化，呢個係好大嘅損失。但係咧，台灣政府好似冇咁樣嘅事，講冇嘢㗎，仲係壯大台灣。我真係唔明佢點會咁樣講嘅。呢件事對美國係好嘅，係啊，對台積電咧講唔定都係好，因為美國係最大嘅市場，佢喺呢度做咧都係好，因為最大嘅客仔喺呢度。但係對台灣有咩好處咧？我到而家唔明，真係冇咩好處，一啲條件都冇。有1000億美金投資嗰度，我最大嘅企業全部移到美國嚟，但係你美國全部都冇咩應承咧，冇咩交換嘅條件咧，所以台灣政府咁樣做法咧，
我諗下，我睇下，好失望，比烏克蘭好差好多。烏克蘭都好慘㗎啦，我非常同意你講法。情況仲慘啲，係啊，仲凄涼啲。台積電嚟美國1000億咧，其實我覺得即係我又唔係話台灣居民，亦唔係台灣籍嘅人，但係我覺得如果我係台灣，我睇我太太咧就係台灣嘅政策咧就係非常之悲哀，因為特朗普嘅政策個關稅咧就係提升佢嘅經濟啦嘛，佢個關稅就係提升，想美國海外嘅公司啊嘅製造業啊，全部盡可能搬翻嚟台灣。但係問題就係你台積電，你台灣經濟你都需要台積電啊嘛，你可以喺台南或者喺高雄起翻，你唔好講1000億啊，講500億都好啦，你都可以幫到台灣嘅經濟同埋台灣嘅就業嘅即係嗰個失業率啊嘛，可以咁樣講噶嘛。咁譬如頭先你講翻頭先上個禮拜5，澤連斯基同埋川普喺威口嗰度對罵咧，就係我覺得好似一場戲咁樣啊！即係澤連斯基就係原本就係一個演員，就做咗總統。而家呢個特朗普咧就係總統，就想做演員，即係兩個咧而家就喺度好似做戲咁樣。但係問題就係呢個澤連斯基，如果佢走嚟，即係好似上個禮拜5，正如媒體咁講，佢走嚟簽嗰約嗰個即係停火協議啊，嗰啲咁嘅礦產啊嗰啲，澤連斯基就會變咗係個民族罪人嚟嘅。即係雖然我知道或者跟住1個2個禮拜都會簽㗎啦。冇乜選擇，係啦，係啊，冇乜選擇都會簽㗎啦。就好似以前我哋清末李鴻章係咪？因為甲午戰爭啊輸咗簽個馬關條約，台灣同埋呢個澎湖係咪叫嘛？就俾咗日本啦。咁而家即係李鴻章簽嘅咧，就係只係佢係一個戰敗國，但係而家澤連斯基簽嘅咧，佢唔係簽俾即係戰勝國喎，佢係俾特朗普從旁敲詐啫喎。係啊，所以佢呢個後果咧，呢個烏克蘭咧，我諗正如佢曾經講過，幾十年幾百年佢都係嗰啲子子孫孫都會受害㗎啦。咁所以即係點講啊？其實政治嘅人物咧，其實都好得人驚。好得人驚，好非常。特朗普講啊，烏克蘭冇咩冇咩籌碼好打，而家台灣有籌碼送俾佢，冇咩條件，全部放鬆。係啊，又可以學你頭先講，自己籌碼傳媒同埋佢個內閣冇人知㗎，俾咗之後，即係台灣啲大地震，好似話點解會咁樣做㗎？咁樣係。我又覺得好奇怪喎，咁台灣好似咩都唔敢做啊，嗬？咁好多人民有好多意見，咁但係所以好似幾重上嘅咁樣，點解會咁樣樣咧？係咯，真係奇怪。或者討好，即係想討好美國啦。唯一可以解釋就係佢希望，因為特朗普佢講嗰啲嘢幾個即係講咗好多説話，都係對盟友啊，對嗰啲盟國啊，佢都係唔客氣嘅。但係問題就係佢好似對加拿大、墨西哥，甚至乎對印度啊、日本啊、韓國好多，或者歐洲好多都係佢好強勢去，但係人哋好多國家都係試下你嚟，你俾關稅我就俾翻關稅你。好多國家都好強勢嘅，唯獨就係台灣聲都唔聲，就咁捧1000億俾人哋。佢都冇出聲，特朗普都冇出聲，自己送上。係啊，自己嘅籌碼都冇晒啦。特朗普而家仲想攞多啲添啊。係啊。咁啊，唔知。咁仲有一個問題咧，就係咁啦。你兩位咧就睇下點樣解決咗呢個問題啦。好似特朗普咧，佢再次咧就係話同中國啊嗰個關稅咧就係搞得好唔開心咁樣樣啦嚇。咁人哋都話呢而家係世界兩個大國喺度，即係話嗰個。即係個爭拗咧就越嚟越接近，咁呢個中國嘅駐美大使咧，佢就喺個 X 嗰個即係嗰個平台上面就講，佢話如果
戰爭係美國想要嘅，即係無論佢係呢一個所謂關稅戰啊、貿易戰啊，或者任何其他嘅即係類型嘅戰爭，我哋都會奉陪到底啊！咁所以你哋兩位睇下，即係你哋邊位講先啊？大家睇呢個問題咁又點啦？我認為因為好似個國防部長佢都有回覆就話，我哋都準備打仗啦咁樣。不過我諗就係、或者個言語上翻譯咧，就好似話我奉陪到底啊，咩戰啊，而係冇，即係唔係佢唔係話講到話，即係好似槍火啊、動干戈啊咁樣。但係國防部長咧就好似就生西啫，就係、你要打咪放馬過來，大家其實大家都拋大家，我覺得永遠都唔會打嘅呢逢係又係 GDP 數一數二嘅大國，又有核能，點會打嘅咧？而嘅問題就係、個關稅咧，特朗普就係講佢嗰個芬太尼啦嘛。但係我覺得芬太尼即係中國嘅芬太尼咧，佢唔係淨係輸送去美國噶嘛。佢個原料個芬太尼嘅原料係輸送全世界190幾個國家都有嘅。包括墨西哥同埋加拿大。只係問題有時你國家嘅政策佢點樣去控制呢個芬太尼嘅元素，唔好流入民間，俾因為美國嘅毒品真係好泛濫，真係好緊要嘅。所以如果你話流落去民間啊，或者冇乜點控制啊咁，但係就會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咧就好似係個藉口嚟嘅啫。因為始終大國同大國之間梗係我認第二，我唔想有人認第一㗎嘛，就係咁啊。係啊，我睇美國同埋中國咧，美國係中國最大出口農產品嘅農產品個國家，咁啊中國啦係美國最大嘅出口個國家，所以兩個國家咧都有，如果有關稅打關稅咧，對兩個國家都唔係幾好。你啱啱講芬太尼呢個問題咧，芬太尼嘅呢個毒品嘅問題咧，需要同埋供應咧係有關嘅。最重要嗰啲美國，如果嗰啲唔需要依家芬太尼，邊個國家賣芬太尼我都唔會買嘅。呢個都嗰啲美國咧對嗰個毒品咧太鬆太寬鬆啦，所以咧有呢個需要，所以嗰班人咧一定又送嚟呢度嘅賺大錢啫嘛。呢個毒品，但係咧我哋希望咧呢個毒品嘅嗰件事咧唔應該係大件事嘅，應該係可以解決嘅。而家兩邊咧講話都係針鋒相對啦。特朗普都係咁樣講，希望咧慢慢地降低咁嗰個針鋒相對嘅情況咧，可以講明白嘅。不過即係無論點都好咯，嗬，即係我哋又好難，即係我哋三位咧都係美籍華人嚟嘅，咁即係醫生就即係會關心台灣多啲。咁其實香港咧，我哋嚟香港以前都唔係好講政治嘅，我就覺得嚟咗呢度之後就變咗，即係好似反而覺得係點講啊？即係因為中國城嗬，佢又即係有啲多啲唔同嘅政治立場。第一，好似李嘉誠咁樣啦。你兩個港口係賓亞馬嗰度，有而家政治嚟啦，我唔要啦，我收翻錢得噶啦。係啊，咁所以搞嘢，係都全部都唔要啦。係啊，咁所以真係無謂搞政治嗬。咁即係我哋大家都即係點講啊？我哋講下啦，係咪？希望唔好得罪到任何其他嘅人。其實我哋只係講下即係唔同嘅睇法，咁大家可以知道下。咁我哋呢一輯就到呢度為止，我哋就等一間就會錄第二輯，係講選舉嘅。好 ，OK。